事實上 Sis 覺得呢2年左右時間裏邊，確實地工作上邊受到挫折嘅機會多唔多啊？工作上就唔係好多嘅，因為好多客戶好願意俾機會我哋啦，我哋都拍咗幾個廣告啦，咁佢哋都好願意接受我哋音樂風格啦，同埋我哋又即係個形象健康，呢個都係我哋嘅好處嚟㗎。即係佢哋就會好願意俾我哋試好多嘢，或者送好多鞋啊，或者係化妝品啊、護膚品俾我哋，慳翻唔少啦。係啦，咁呢樣嘢好開心嘅。有時可能我哋創作靈感上就會有少少阻滯啦，因為當你攞完第一年獎之後，即係新人之後咧，真係會迷失咯。咁呢個反而就係我哋嘅阻滯啦。迷失在於係要繼續嗰個風格啊，定話要改變咁樣啊？係啊，呢個真係好大嘅難題。究竟我哋堅持風格好定改變好？咁後尾當然我哋堅持風格就係正確嘅。因為我哋改變得太快，可能大家都無所適從。因為我本身就係想帶俾大家正能量啊嘛。如果你貿然改變咗嘅話，咁就失去咗我哋嘅宗旨。舊年第一年，大家去感覺到兩姊妹嘅嗰啲歌嗰種風格，其實都係自然，其實係你哋本身就係咁樣噶嘛，係咪？係啊，我哋本身就係成日笑啦，傻傻地咁樣啦，天馬行空啲啦，有時就咁，但係都會有唔開心嗰一面嘅。只不過我哋歌曲上暫時就未有一啲慘情歌啊，即係感情受到挫折啊、失戀就未有呢啲咁嘅作品咯。就係因為確實喺你哋嘅人生歷程裏邊係確實係未有遇到過嗰啲係嘛？咁所以有遇到，但係都唔係一件大事咁樣。係咯，即係譬如 Sofa Miredo 咁樣，雖然係樂印去作曲填詞啦，咁但係其實係兩個大家都要 agree 咗嗰個方向同埋裏邊嗰個內容先可以出嚟噶嘛。係㗎，因為阿妹有個 demo 出現咗啦，咁之後我哋就要傾嗰個編曲啊。我成日都覺得編曲同埋即係作曲作詞係即係50-50嘅，俾到人哋嘅感覺係。咁所以我哋喺編曲上都諗咗好耐，究竟我哋要 rock 啲啊，定係都係行翻呢個小清新嘅風格？一啲組合又好，或者一啲歌手本身可能一開始嘅時候都係被覺得啊，即係小清新風格喎，即係 acoustic 喎嗰種，即係永遠都係會有話就話其實我唔似咁樣嘅喎，即係好唔想俾人哋去標籤咗自己個風格咁啊！即係其實 Sis 有冇都感受過呢個誘惑？其實好想跳出去做啲勁嘢。本身我 rock 底嚟嘅，係嘛？但我平時就會睇 rock show 啊，或者睇 indie band 嗰啲 show 啦。但係我自己就 handle 唔到嘅，因為我哋好知道自己個位置喺邊咯。即係我同家姐都係開心，我哋把聲又局限咗咧，即係我哋唔可以好 wow 咁樣唔得嘅。當知道自己位置喺邊嘅時候，咁為自己定位就會易少少啦。即係我哋都唔會貿然就嘗試好heavy metal 嗰隻。我哋之前有首歌《愛蜂鳥》咧，就係用咗 punk 啦，但係都唔係好專嗰個 punk，我哋有少少 pop heavy 嗰種咯。係啦，pop rock feel 咯。最近我自傲對眼也朦朧，對話太少，對象太多，想清楚，我只想要你一個。拉你埋嚟，這些笑話和你我快樂嗎？最後被電話落降頭，手機換自由，我怕以後什麼都講不出口，誰有勇氣變出走？每次校準機，台面都會地震，我怕有訊息，手機會隨身。每次我泄氣，你說拉你埋嚟，這些笑話和你我快樂嗎？最後被電話落降頭。Sofa Miredo 係一個概念，就係簡單生活概念啦，都會繼續出歌嘅。咁最後就會有一首 Do Re Mi Fa So 作為呢個總結，咁就會出碟咁樣咯。咁呢個概念就係源自於，因為首歌入邊都話我哋首先要簡單咁樣去處理咗生活，然之後 Do Re Mi Fa So 就係享受咯。喺首歌入邊你會覺得好 enjoy 我哋嘅生活咁樣咯。音樂方面都係自己負責創作翻，冇錯，keep 住都係自己創作。兩個分工。
應該都會 keep 住10幾年都係自己創作。即係堅持嚟㗎，其實嗰個係。係啊係啊，我哋都覺得如果樂壇冇一啲新嘅創作咧，就會停滯不前咯。所以即使我哋好微小嘅力量，未必好多人聽我哋嘅歌都好，我哋都要繼續堅持創作啊。有呢個堅持都係好事嚟嘅，即係起碼大家會知道 Sis 啊，其中一個你哋個特色就係自己創作嘅，一定係同埋個合聲方面、個和音方面會有啲不一樣嘅，係啊會有啲唔同嘅心機嘅。好啦，咁下次再傾啦。好，thank you。好幾天無陽光照耀，這些都不緊要。夢太少，娃娃不得志太多，忽略心跳。期望有天能和心儀的人相戀，這些夢遺忘不了。就讓這心願一直不落空，幾年都很好笑。嘴裏一句 baby， 心裏一個 honey， 無法釋懷。你的他一手擁兩半，其實這是什麼心態？未怕這天碰上要難，某些悲哀總也不必慣，就怕今生的他太冷淡，想找別個亦太簡單。好幾天無陽光照耀，這些都不緊要。夢太少，娃娃不得志太多，忽略心跳。期望有天能和心儀的人相戀，這些夢遺忘不了。就讓這心願一直不落空，幾年有夢就很好了。真的得不到了，唏噓得不得了，不想跨這個橋，夢想之中較渺小，很懷念舊時，有夢就不得了。好幾天無陽光照耀，這些都不緊要。願這刻將心中的愛說出，坦誠的愛，難料某天仍和心儀的人翻開這些年無從感慨，就讓這悲劇一直不重演，幾年都不改變。就讓這心願一直不落空，幾年